年好忙碌啊，我覺得心裏面一路都係諗到喺聖經裏面以斯帖記呢一卷書。頭頭覺得自己可能會好困難去寫出嚟，但係冇諗過，哇！越寫越雀躍。扮大咗有少少鬥雞咗。依家到60歲先學人溝女，唉！覺得好大驚喜係我哋呢一班同工弟兄姊妹非常犀利啦，每一個角色好到位，好啱每一個人嘅性格。人十仔。成個戲成個半鐘喎，但係問翻原來11月中先開始拍，因為我啱啱聽到個消息，呢個劇團每一年都有一個製作嘅話，應該做咗10年，即係嘅功力夾到個默契咁樣去做，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感謝神。我要讀書嘅關係都離開咗幾日啦，趕得上總彩排一翻到嚟，哇！個舞台大家搭得咁靚啦。總 rehearsal 嘅時候，其實令到我係好感動。我坐喺下面，我可以成為一個舒服嘅一個觀眾嚟到去睇呢一套戲咯。我唔需要再逐個位咁去導戲。你即刻將呢個諭旨交俾以斯帖皇后，話俾皇后聽，哈曼已經下令滅絕我哋全族嘅猶大人。我係第一次去做呢個舞台劇，末底改以我所知就係一個中年成熟嘅男人啦，咁就同我其實本身嘅年齡咧就有一段嘅差距。跟我回皇宮。拜託拜託。末底改有2幕係最深刻啦，第一就係要同以斯帖要同阿哈大沙分離。一開始會覺得嗰個情感未到位，咁我自己就多少時間去熱身啦，build up翻嗰個感情。你以後叫以斯帖，仲有另一樣嘢，你入到宮之後，千祈唔好透露你猶大人呢個身份。我會唔捨得你。牢記我今日同你講嘅每一句説話。我講咗啦。頭嗰幾個已經好慘㗎啦！我哋係咪夢中相見過咧？11月中，斯娜公佈12月係會有呢個聖誕嘅話劇係演《以斯帖記》嘅。嗰時喺度諗，我今日做棵樹，真係冇諗過要去做女主角咯。進入排練啊，就發現佢唔係淨係一出戲咯，佢係一個係從神而嚟嘅禮物咯，仲要係我生日嗰日出現。有感恩啦，我哋有咁嘅恩賜嘅人啦，嚟到可以去帶領呢個嘅藝術報導啦，特別係話劇方面啦，用反敗為勝做主題去演繹呢個嘅《以斯帖記》咧，係非常之好嘅。因為咧聖經咧好多敘事噶嘛，咁最能夠將故事去演繹咧就係咧話劇，更加有效咧嚟到係俾佢能夠明白聖經嘅內容，所以咧話劇好好嘅。係時候。有個了斷啊！點解？就格殺不論。第2幕最深刻嘅就係我哋得知到哈曼要殺我哋全族啦。咁呢一幕就係我要喊嘅。咁呢一幕都係非常之困難，因為我未試過演過喊。想像自己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困難，即係假設係親人遇到意外，個感情都係慢慢咁上嘅。神一定會帶領我哋越過災禍啊！我係邊個？憑我就去即刻成個猶太人出。最深刻就係去到唱歌嗰陣，嗰個威力就出嚟啦。即係望住上面，想像緊其實自己就係要去呼求呢位天父。咁當我呼求呢位天父嘅時候，我相信佢係會垂聽我哋。求你興起，求你就退去，我們呼求阿爸天父。我同神召會一個姊妹有一個10年前嘅一個約定啦，就係 Anita 認識佢嘅時候咧，佢就寫一條 YouTube，就係你哋做嘅《修女也瘋狂》音樂劇俾我睇，佢就好客套地噏咗一句：喂，第日你有時間都不如睇下會唔會過嚟神召會幫我哋排個戲啊？跟住我亦都好客套咁樣，我話好啊咁樣。神當嗰個約定係真嘅咯，心裏相信，口裏承認，約就係咁樣定嘅啦嘛。因為我從來都冇演過話劇啦，我係唔敢企上台，因為我真係好怕醜，我好驚望住觀眾，種種原因我係唔識表達自己嘅感情，我會開心又係呢個樣，唔開心又係呢個樣，我嬲都係呢個樣，我冇表情。
反而覺得最難係第一幕同義父相處，即係我要變成一個小女孩嘅心態啦。好似我就唔可以好天真爛漫咁做自己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大挑戰。我記得我問過 Bethel 同 Sila 要點樣撒嬌呢樣嘢，我唔識撒嬌。你要天真爛漫咯。我唔知道點樣去。一開始嗰幕咁，我同阿以斯帖去睇星星嗰時，阿 Bethel 就話你想象佢就係你個女，然之後你睇住佢講一啲好天真爛漫嘅嘢，好傻咁，但係你又好愛佢，咁就係呢種感覺。Debra 啦，我問佢卡俾我，卡俾我啊！點解做一個天真爛漫人，即係可以咁難嘅？佢話其實可能呢個係天父爸爸俾你嘅功課。流星，義父你頭先見唔見到啊？揾翻心目中嗰個小女孩咯，即係呢樣嘢我記咗好耐。我係天父入邊，我都係一個小女孩，我唔使好似出邊面對好多生活上嘅嘢啊，面對好現實嘅嘢啫。佢個小女孩仍然喺佢心入邊嘅，係天父爸爸俾佢呢個力量去做更偉大嘅事情咯。殺死佢！係當眾用害人殺死佢啊！我哋面對緊嘅環境未必係全家人會死，但係人生裏邊我哋會遇到好多嘅問題。我哋要記住就係上帝佢會睇住我哋，佢一定會將我哋呢一個咁困難嘅環境變成反敗為勝。有請最後一位壓軸。我嘢嚟，成為波斯國嘅皇后，慢慢所有動作慢慢嚟。到60歲先學人溝女。我怕醜啊！呢條喺彩排嘅時候，其中有一幕咧，皇上要重新去選過去嘅皇后。當以斯帖入嚟嗰一下，我演繹一次俾我哋嘅女主角睇嘅時候，當由禮堂嘅最後行入嚟，我望住皇上嗰一刻，我係從心裏面嗰個眼淚係咁流出嚟，因為望住嗰個皇上，其實我感覺我好似望緊我嘅天父，望緊我嘅上帝一樣。佢點名話你係我所愛嘅，佢點名話俾我哋聽，我願意接受你成為我嘅孩子。喺彩排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流眼淚。我相信呢一份嘅感動係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到，所以亦都好希望透過呢套戲都去話俾大家聽，就係上帝嘅愛喺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面都係何等嘅寶貴。以斯帖成為波斯國嘅皇后。當我哋接受到呢份愛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係嗰個好尊貴嘅人。哇！